台湾是亚洲目前唯一无去喂到三大地震的国家哦。顶个月5月29，世界动物卫生组织都有颁证书予咱台湾。但农业部长陈俊贵表示，防疫的工作要着继续拍拼维持。另外，最近猪仔介绍10公斤是起价超过100块，也毋过饲猪协会是表示哦，像饲料成本各项拢得起，伊嘛呼吁政府卖出手来压介绍。 市长有请。国内小小兽医官农业部处长戴文丁将亲自去巴黎领的猪只肥育局证书交予行政院长杜永泰处长。听台湾，我们做到了。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WOH 第5月29颁发这张证书，搁较予台湾加入亚洲唯一猪只非洲猪只口蹄疫三大疾病肥育局。下昼农业部选伫市里大馆屏东举办感恩活动，部长陈俊贵坦白讲。 加入肥育局并不是免疫局，我们是非疫国，而不是免疫国。哦，不是说我们得到这样的一个认可以后我们就可以翘着腿不用做了。猪农对于目前生物安全的作为也是爱做好。饲理协会是大声话，机场港口行李邮包检查、边境监督也绝对袂当放零。行政院长杜永泰当场答应继续严守。 面对5月下旬，国内猪价每公斤已经起超过100块台元，饲猪协会也请政府手势压关。100块是合理的价格尔，我希望咱的行政院物价督导小组唔通佮出手要甲救落来90几块，这安尼对阮是无公平。院长也挺台湾猪肉，看的是价值，不是价小。 不是看价格，看它的价值，它绝对够得上，让国人用合理的价值来买上安全、可口、营养的猪肉。传统猪只会当讲是台湾100年大疫，以疫苗来对抗，也经过一家族的岁月。只无简单去除100年猪病，农政单位正欢喜的时阵，又也唔敢疏忽。饲理协会乐见台湾猪肉会当行向国际市场。 要么饲料继续起，其他疾病的威胁，可见一直拢也伫个。公司新闻采访报道。